好，非常收看今晡日不如来个节目。今晡日开始了，等下大家咧讲嘛，介来哇，讲只冬虫了，介知识吼，讲的是眼睛、耳虫眼吼。因为台底吼，东东因为谈到了张眼睛介名词介世界，好冇按熟咯。不过东东伊发现到安样介眼睛介世界，通通都意满咧吼，所以今日好好咧了解一下安样介知识吼。家家咧分享你今介来宾其实你中山医学大学嘅先生潘景明先生，分享先生。全国的观众的朋友呢，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达文西微创中心的庞振明主任啊，欢迎主任，欢迎医师来到两片哈。这个不是来的安东年的潘先生也提起白来，提起白来，今日挑白电来都冇来喏。轻松在可以到武汉。基本伊当分享吼，因为线上动武汉哦，我们讲还落去绕墙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动创嘅知识。基本伊老乡亲朋友来讲的是胰脏癌、耳虫癌，为什么会都基本伊个单元好好来讲？因为吼，我们大家都发现一件事情，大家比较不会去讨论。某些发现耳虫癌，啊，当你发现嘅时间，有已经动慢嘞，已经很晚期。所以今天好好请线上老大家来分享一下。OK， 好，首先哦，先讲嘅胰脏，胰脏客家话是耳虫啊，台语讲有球哦，好，那所以。耳虫呢，认为这人体的后背啦，哈，因为在人体呢，它后背的地方，医学名词叫做后腹腔，是，哦，那所以当发现的时间呢，右片的时间，全表现出来是为黄疸，假设该肿瘤呢上的该胰脏的头那的部分，头那是哪一片？头那是底条到的。头尖靠近这12指肠的地方，因为胰脏要叫脏器呢，是冲细条，所以呢，本身有分成一个有胰脏的这个头，对，身体还有个尾巴，还有有个脾脏，还脾脏，那整个系统，假如说该肿瘤也到前面的发生的时间为黄疸，生了会发烧。甚至呕食的时间为啪啪，后背部分呢是为像是为堵死痛，发现它慢。所以几多耳虫冇强嘅萎缩嘅前头会冇强咯。冇强咯。好。不过唐先生刚才讲嘛，咪黄疸啊，比如说不肚脐不冇松嘅感觉。可是痛冲就按用嘅前头嘅时间，先生讲系用呕食会啪啪。会啪啪。其實係咪要按用嘅前頭嘅時間都溢滿咧？全部大家種嘅問題出現嘅時間，然後整個在病院內看診時間全部充滿。全部填滿了，因為他已經不舒服了嘛。因為佢知道，有冇按氣管，又按嚴重嘅前頭，你講像黃疸就是很明顯的症狀，都太慢了。可是，一般來講，我先簡單問下問題上，一般該腫瘤係講到頭，然後係講動脈，然後係講胃，它在治療上面是不是也會是不一樣？所以為什麼你看一般人來講，啲發現都這麼慢？大部分因為通常嘅胰臟。那問題出現的時間，才會去警覺，但是大部分人大部分人對大部分人唔會講，當肚子痛的時候，體重下降、生老，他會先懷疑胰臟，甚至很多的該病因都會直接基本讓我們講，佢的血糖比較長，突然的不穩定，那很多病患朋友，我本身有糖尿病啊，那應該是糖尿病的問題啊，還會堵死痛啊，我可能以前就該胃潰瘍啊，12指腸該潰瘍的問題啊，因為先想那方面問題，他也不會先想到這個問題。恭喜台位因為恭喜台位，大家對於胰臟真的很陌生。對，係講出現到線上剛才講的鏡頭改時間，一般人也不會覺得說我是不是胰臟有問題？一般人唔會按用小。大部分都不會。對，所以其實聽醫生這樣講的話，他在早期的診斷是比較困難的，好困難。很困難。所以我們早期一般來講，我們會建議給朋友一般做健康檢查，健康檢查一般人就是所謂的超音波啦，還有所謂的常規的這個所謂的癌症的一個指標會出現，像這個所謂的CA199，這類型的胰臟的
指数会出现。对，所以其实线上都了解到大家讲的时候，我们某种也下大家会糖多的，譬如你讲的肺癌啦，讲的大肠癌，好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然后平常自家都不怕就可以自我诊断或是观察，黑梦就是要去做健检。对，所以医生上期走控体检查改时间，他会照那个腹部超音波，对，它就是整个脏器的那个照。所以其实一般来讲，你也会建议说，其实如果家族有家族病史，没错。那一般来讲哈，发现又从超音波又看到又就是胰脏又肿块事件，那我们会建议这个病患朋友那就是做这个电脑断层俗称的这个 CT 啦，甚至核磁共振，那当做这些检查，因为大部分台湾的朋友有了解问题做个断层或是核磁共振的事件，那通常都是已经就是很严重了，因为已经有肿瘤了，对，有肿瘤就是又问题了，讲回来走断层啊，走该核磁共振，甚至做该所谓的逆行性的这个胆胰摄影术啦，甚至还有做血管摄影，两种的检查，要到这么多层次，因为一般你躺都会做超音波、黑膜断层扫描，我们一般人听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好像做完断层就已经很清楚了。可是，在胰脏癌这边，他走的像这么医生刚刚讲内视镜逆行性胆管胰脏摄影术，对，因为做两种的检查哈，断层主要是看第一个肿瘤，第一个它的位置侵犯的这个头啊中间还是尾，就是它的位置，对，还有可能有舌头讲有影响到肝脏膜，有舌头还有其他的像疮啊、痔疮、痔疮，好说肚子有没有所谓的该所谓的腹水，清晰。这感觉跟肝的有点像，核磁共振的检查主要会讲看所谓的胰脏的这个通道，所谓的胰管，还有胆道的这个通道的这个显影，那甚至看到血管的这个走向，因为这个还有牵涉到个手术，所以我们必须要想说，这个肿瘤是否有吃到这个血管，清因。一般来说，你躺到胰虫癌的时间，你检查出来早期也好，中期也好，好慢期也好，一般来讲，去治疗放心呢治疗方式。治疗方式大部分该治疗呢有分几种了哈。对，第一种就是讲开始是可以切除。就走在手术的朋友，那我们会走向手术。那当然是在前面的这检查，断层啊、核磁共振、血管摄影亚种的检查是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血管侵犯或远端的影响。那是这个是所谓手术的。但是假设今天是不能手术的，也就是说要肿瘤从台渣，或是舌头该血筋，舌头旁边的其他的一些一些脏器，甚至这个所谓的大肠、小肠，整个都全部是就是它已经影响到旁边，已经互相，尤其刚刚线上有讲到血管，血管大部分人动刀的病因朋友落去时间舌头该血筋。其实亚种的情形，它的当然后背该愈后好麻烦，处理起来也很困难。可像那样可以手术吗？目前透过这个之前可能亚种的病因事前那当然初期可能不能手术，那当然可能透过在手术之前，我们可以进行所谓的化学治疗，是溶药的，没有就是所谓的放射性治疗该填疗啦，就是所谓的电疗，那这种治疗方式让这个肿瘤变比较小，然后长款又机会做等于修顺，长到去切开所以其实讲实在话，根本你还没有讲唐先生讲，大家可能还没想原来胰虫癌对于理解动到病因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像线上讲的，除了50-60岁概念，其实还有动到后生。当你也动到后生人，你也是该我都会临床看到来看病的，大部分来看的，成为
全部係嘅胰臟有問題嘅人，因為後生人差唔多20歲，很年輕。成為人哈，該長那個腫瘤，那大部分呢一種嘅腫瘤，全部生在後背啦，後生人下都生到在就是胰臟嘅尾巴，係部分。不過，這聽起來是不是尾巴相對好像比較好處理？相對來講，該上到該胰臟嘅酶哈，處理起來是比較簡單。是，認為以後背，該切脫哈，那我就做啲看啲用嚟塗哈，也就是說，佢上到啲後背，哦，是後背要去切脫。假如講影像評估，看到高度懷疑，或者說在之前的這個切片，切片，除了係癌，還是後背包含這個脾臟呢，全部讓佢切脫，還有附近動到嘅淋巴結，來做一個整個全部全部手術的。哇，非常感謝潘先生講到按詳細吼。其實到底係講你正式發現到胰臟癌嘅時節，大家做啲用因類治療，係化學治療然後，係手術然後，做啲做用因嘅手術，大家先聊下，你馬上你等下再嚟講。歡迎做啲繞牆道潘先生來到節目地，讀到大家來討論哈胰臟癌、胰臟癌，這個癌症真的太容易被大家忽略了。但是，一旦發現嘅時間又已經好晚了，對，然後就比較辛苦。好，所以其實基本透過安勇改節目到大家的分享，其實大家還是要注意這個部分。對，然後呢，你有去做空間檢查，總之一樣嘛，早期發現都當然係早期來治療嘛，哈，因為。從一堂節目談先生講，通常發現該到鏡頭嘅時間，你咋個一看先生嘅時間又已經好晚了，對，所以先生前一堂節目有講到，當你5、60歲去看先生發現到胰臟嘅問題，不過你還有20啷歲嘅後生人去看，對，所以現在感覺上好像變成高危險群已經在轉變了。沒錯。哦，那我們先講該它的危險群啦，那我們必須要探討這個危險群嘅問題。那今日危險族群差不多係60幾歲嘅人哈，大部分係差不多係男生都。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濕疹，還有酗酒，這就是由於酗酒，談都是可能灌瓶，係都灌瓶差唔多，肺瓶強咯。啊，另外就是因為因它本身就該慢性胰臟炎，慢性就反覆性的該堵屍桶嘅因啊，怪。在以前的這個醫療一個院所日人呢就診斷講，他這個朋友呢本身有這個胰臟發炎的一些朋友，那個也要特別小心。我們從來都沒有想到，就我們自己有沒有在慢性的胰臟發炎這件事。通常在慢性一個胰臟炎或急性胰臟炎發生的時間不是會痛痛。就按就咕咕，我們就以為是腸子有問題，黑魔就會效法不良，就是哎呀，堵血量痛，可完全不會跟胰臟連在一起，很難啊，真的是這種知識很不足這一部分。另外因為朋友是突發性的該血糖哈不穩定，他以前沒通藥片。對，突發性血糖不穩，有兩位情形。血糖一冇問題，大家會想到糖尿病，因為這樣子，對，然後跑去講找這個內科診所拿藥個腎。另外就是講本身有胰臟癌的家族史，比如說家裡有人，跟阿婆、阿公、醫生人有個胰臟癌的家族病史的因，要特別注意，那個就是所謂的基因遺傳的部分。另外就是說以前有做過一些所謂的胃腸道手術的，這個我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會走過胃切除手術者。胃腸道手術的人，因為它有第一位造成該消化道分泌上面的一些影響，長時間。會刺激這個胰臟的這個功能上的一些變化，對，致使胰臟呢產生這個癌變。所以其實老鄉親朋友的分享，就是大白講東西了，但應該時間大家是注意，就是你吃干係咩購買香薰地都。不過講起講，你感覺上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年輕人？你啊後生人吼，得到該胰臟的腫瘤，甚至說的胰臟癌哈，那大部分可能有幾個原因啦。那第一個就是講他的飲食，吃東西，你要吃東西當然講啦，對，我們講你要吃啲什麼，對不對？得到啲東西病，
但是病从口入，大家有概念，这个是必定的。这个概念我真的知道很久，可是都很少去好好的去。对这个两种的观念，可能大家现在随着实践这个每天都3餐外食啊，你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我偷偷问一下，摸胖性上你3餐都自己煮？是偏动，是不是？是偏动啊，对啊，摸法度啦，摸法度，整个工作啊，大概从大概慢了。动磨汗呐，那另外就是可能生活的作息啊，生活作息，当然有些偏就可能要考量他的所谓的家族这个最重要，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其实谈性上讲来讲去，其实就系你也慎发放心嘛。对啊，因为你可能慎发放心，唔好你乱吃东西，然后你也慎发，故意按下来用的。就是没有好好的调息跟调养，当然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就会发生嘛哈。不过讲到聊天，其实咧係高每項區，線上要講到嘛，其實可以發現係好早期，係好慢期，做啲做法好嘅治療，又做啲做手術。可是因為講實在喎，你下扣機嘅發達吼，手術方式也很多種。手術的方式從以前嘅該。堵死打快20公分，对，那个是最那个叫传统俗称的传统式的手术了，那就是把堵死打快来，那个肿瘤呢，那个拿提起，那快疗中的手术也有几个考量点哈，第一个，该肿瘤和抬价，好，当然以前的手术的，因为以前的器械慢进步嘛，还有很多一些缝补的器械，还有一些所谓的该设备，还有一些因为该嘛它的一些就是预防它那个漏的那种一些设备呢，是还没有进步到没有到现在这么进步。那现在已经有了。那我们以前过去呢，就是用传统打开，对，打开来肚子打开，哇哦，留那台，过来该胰脏的断口那给缝起来。假设给肿瘤的胰脏的胃，切脱，该提落去做的咧。假设讲去肿瘤上体嘅胰脏的头呢？哇，很复杂因为大家做该叫做它的英文叫做惠普啦，那中文它的中文叫惠普式手术。我觉得今天访问潘信上动等一下，他在脑中一直在做那个语言的转换，有没有？英文用英讲，法语用英讲，韩语用英讲。那客家话，你点有蛮懂的哈。这个中文叫做惠普式手术，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医学名字叫做胰12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非常大型胰12指肠切除手术。所以第二切脱某个部分呢，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胰嘛哈，所以胰脏的头呢，对，12指肠，了解12指肠，还有这个胆，胆。还有胆道，还有全部都切除，还有一部分的胃。假设走该传统性的该惠普式手术，法号在部分的该胃切脱。那我发现这样子的话，它影响的脏器非常多，所以我们都笑称说，假设说今天这个是你要台北市，大概信义计划区全部该封。全部产品啦，而且是信义计划区哦，对不对？每个都好重要，附近都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嘛哈，所以相对是重要的一个点哈，所以我们做完之后，把这个胰脏头切掉，这么多的脏器切掉，再全部都要切掉，重新再重建回去。哇哦，那真的是非常庞大的手术，对，所以这个是传统的手术，传统的手术。那手术的时间差不多是因为差不多5到10小时之间啦。大部分拢安尼吼5点钟到10点钟。好辛苦哦，好辛苦哦，真的，这跟我们看连续剧一样，就是一进去很久。手术哈，肚子快堵食最大的手术之一，仅次于肝脏移植的手术。对，因为以头白抬价，你好了解地势就会管嘛，管你抬价讲。有没有可以在按抬开？对，然后打开了，哇，也是整个很大的手术。你看胰脏的头那也手术嘛，没动态的手术。那随着你时代的进步嘛，那很多的一些器械，那就走向所谓的内视镜。对，这边要抬高的讲，内视镜所谓的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实际上它有分2种了，一种叫做腹腔镜，手术，一种所谓的达文西机械人，
其实你也动瘤心，瘤行的一种机械手术啊。那这两种的差别在于讲，一种是传统这个腹腔镜的这个器械，主要还是器械的提升，是，还有该影像系统的提升，还有该里面缝补的这个手背的一个提升啊。那这个有很多一些环节。那我们先从这个微创手术所谓的微创内视镜或者是叫做腹腔镜手术，它当然还是要肚子要打洞，打4个洞，但它至少不是整个切开，没有错，对不对哈？但是相对来讲哈，现在打洞的一个概念来讲，那相对来讲伤口变小了，那变细孔，好不会痛，好不会痛。当然肿瘤必须第一个好细，好细家，第一个在比较好切除的位置，那是必须要考量的。比如性上讲的妹，妹是挑哪没做的，挑哪没做的。那但是这个手术，另一种的手术呢，毕竟该器械端腹腔镜，因为它还是有它本身的那个死角跟盲点啊，盲点是它困难，所以现在国际呢，在近10年使用该所谓的机械性的叫做达文西，达文西密码跟达文西的机械人，这个手术啦的问世，那它压中的机器的带来的好处是说，它有很多的一个关节角，很多的关节角，就是说它又比如果简单讲，是不是它跟内视镜比起来，它的死角又比较少一点？比较少，因为可以放大，它可以放大可以10倍以上，甚至可以透过电脑。里面调控的机制呢，对，甚至更大的。那它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它当然伤口比较小，可是不是它必须溶到该你讲肿瘤好细个，时间长都溶。另外模式到该肿瘤没有也萎熟没有侵犯到这个血筋。假如讲肿瘤影响到这个血筋，其实手术起来时间很长，因为做的这个，因为还要接嘛，相对来讲，怕一些漏的一些风险，甚至出血的一些风险，那要有危险性会大增。哇，唐先生讲真是非常复杂吼。不过向前大家个收播动态，还有嘛个了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再来讲。欢迎做咧绕墙头胖先生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胰脏癌。哇，这个听起来才知道，原来它真的好复杂比你想的还好复杂好多。线上上团节目有讲到那种传统的手术同内视镜度，俩科技好发大概达文西机械手臂。那当然是从线上讲的嘛，当然还是要一般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内视镜比较好啊，对不对？达文西好好啊，因为感觉好不安痛啊，送口好细。可是从线上讲的，还能看膝盖萎缩，膝盖太细所以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对，不过讲到俩偏开时间，贤聪先生带来很多的道具。李亚就是你在节目来讲一下，因为机械手背其中的这个是缝补的那个器械，那机械手背其实你前面可以控制。为什么利亚机械手背会这么热门？因为它有7个一个角度那它可以转很多角度，它有7个关节角，540度。那以上的该腹腔镜直视的，按为痛停。我觉得这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医生的训练也是另外一种训练。利亚应该会差了，也是一个更高阶的训练。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机械手臂机械手臂。那利亚日人全部动了平音，尤其这个胰脏的平音，都会用这机械手背来使用，用那种，还有并且结合利亚所谓的很多一些，因为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单孔的一些套件，对，那结合起来就可以使用，那让伤口病人的这个开创的这个肚子伤口呢，还会更小。是，那效果其实也非常好，效果也很好，因为它平音的术后也可以疼痛下降，相对来讲，它的一些并发症其实会变少。因为大家就会想嘛，就是说，到底传统大家都伫下动
胎嘅手术，不过大家会上海堕胎传统嘅手术，到好性嘅手术嘅效果很容易，对不对哈？对，病人一定很大部分手量的手术哈，第一个它以重用一样可以切干净，啊，动作也偏就讲，用机械人来可以，会切唔强嘛？对啊，有点紧张啊，是不是？其实唔会啦，它其实可以走。该淋巴清扫还有结合可以更稳定、更安全，也很细腻。好，那当然，手术时间很多人会讲，会不会比较长？实际上，透过这个专业的这个团队，的训练有素为日散，来操作起来，其实手术时间唔会比传统还来得长，不会，而且还更短，还更短。病人恢复期相对来讲还短，反而比较短，对不对？差蛮多的哈。大家讲到两片是不是提到讲，那一般来讲，因为讲，他手术过后怎么办？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我们一般人对于这样子疾病的认识，公式才会。我们不外乎就是知道手术嘛、化疗嘛。那医生刚刚有讲有些是先进行化疗，再来看有没有办法切除。当然，这个是取决于每一个病人体改重态状态某种种。所以其实像一般到术后结束之后呢，比如术后之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手术后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当重要，因为手术完之后，有病理的标本会出来，出来时会让大概讲，它的级别，这个级别根据这个级别，可能要做所谓的化学治疗，或者是所谓的其他的一些药物治疗。是。那利亚目前主要就是说，因为大部分发现全部会晚期，对呀，对，因为一开始是讲早期发现冇眼盖，冇简单，所以大部分的病因比较晚期，手术完只是一个阶段啦，走开掉已经恢复不错了，后面我们要接受这个化学药物治疗，动到病人朋友，一听到这个要化疗就很紧张，当然啦，因为那是一个台大毒定弄一个动幸福盖狗一听到说化疗就想到说，喂，跳那莫不强强啊，对。对，实际上是唔会啦，唔会，啲胰脏癌部分大部分都跳那么唔会，所以其实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要跟这些病患朋友、兄弟朋友讲，其实胰脏癌的治疗那实际上现在整个药物的发展，其实已经慢慢去有更多的药物一直补进来了。真的。对那有一线的药物，也有所谓的在二线的可以肉啦，一线的可以肉个动到系健保，对，健保当然健保有药当然不是说所有包山包海啦，包山包海，因为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概念，健保提供了非常完善的一个医疗照顾，重点是你该必保呢还有一位肉个呢。是健保没有给付的，在一线的里面，那很多叫做减塞塔品加上一些就是英文叫做减塞塔品，那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药物，但是现在重点是，很多人因为一线的药物该治疗上面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因为有些会有第一个抗药性，是另外一个该用药的治疗，会不会呢复发？甚至会小复发，甚至这个癌症的一个指标，慢慢上升，尤其 CA99，假设之前是已经上升的朋友，逐渐上，手术完之后是下降，可是打前面一些药物之后呢，失败了，逐渐上升。这好奇怪哦，你手术完毕之后，好像感觉上好像还不错，状态还走的，结果因为你可能继续你嘅化疗到食肉电到。更不好，因为病因，然后因为偏因为呢，会给癌指标会升，那是因为恐肉性啦，还是第一个有可能是第一个抗药性，抗药性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淋巴结所谓的复发，第二个有可能转移了，转移跑到这个肝啊，有的该体窗没有就是说该所谓的腹膜体放，那这种情况你可能用原本的这个所谓的一线药，可能是没有帮助的，那可能要用到所谓的二线的一个药物，那
当到朋友讲，二线药物有药个吗？谈到胰脏癌冲动降啊？对啊，胰腺的药个容态咧，还有救吗？其实当到朋友来冲为问题种的问题啦，所以台湾的朋友我会建议讲，第还是有二线的该药个守护大家了，它可以提供这个胰腺药物这个治疗。可能有瓶颈，我们不能讲失败，就是有瓶颈，会遇到困难。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二线的药物。那当然，这个二线的药物呢，本身该做个公司在台湾因发明的呀。哦，但是推翻自贡，就是 MIT 啦，MIT 好，台湾叫 MIT。那台湾该发明的，该这个研发的这个药呢，卖到美国，透过美国的整个行销一个世界，两个结合，是在嘉惠全世界的。其实不管怎么样天然科技反弹，很多药物的发明或是什么，其实也是希望走在大部分台家系讲，其实就嘛个好冲台家疾病来讲，也是一个福音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今日绕墙头旁线上那度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因为过去都医疗代言有动某强平同家分享，我们也是动少讲到胰脏癌、胰脏癌症其实节目。健康都聊下，讲个时间都在动家因为彭医师真的动不讲我们用最尾短改时间，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胰脏的保健，这很重要啊，治疗很重要，但是之前的保健很重要嘛，总是希望大家不要，对不对？百善用改事情，用改偏痛。治疗保健就是少烟少酒啦，莫食烟，莫食酒，假使讲赌食胃痛，或者说背痛，就要注意了。或者说有相关的一些不舒服，那要去检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补抗因它是有高这个危险群的这个朋友，要注意。本身胰脏癌朋友对，可以检查。即便你连下期都好像没有什么事，也许你真的都没有什么事，可是你知道你只有家族史的人，你现在就要注意了，对不对？定期以控检检查。这边有讲到糖尿病高危险群者也是要注意。对，那之后假如讲有发生又在胰脏又肿瘤的病因，去透过专业的这个医师来做咨询，或者是去找彭医师咨询也可以。因为去找彭医师咨询，他走在讲他干法可以做传统腹腔镜或达文西，另外做药物的治疗。我们希望透过亚中的整体的一个治疗，让胰脏癌的朋友。第一个可以手术的要站出来，另外不能手术呢，莫讲也是该软式啦，是中药是自己躲起来，变成失去了那个治疗的曙光。是，实际上呢，还是有很多动作的朋友呢，透过这个药物的治疗，信的这个。希望慢慢会好起咯。好，哇！希望乡亲朋友看今日节目真是秀无动态家家都感谢潘先生今日来到节目地图又嗨又记，直接来到乡亲朋友来分享。好，好，是莫潘先生。好，乡亲朋友3年下来，你听你认同线上你做认同了。